台湾的业者正达战术科技，宣布甲美国两间厂商合作，要伫咧台湾制造军用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点名几两个国家的电子零件销去罗西亚，和罗西亚制造飞弹，当中嘛包含咱台湾。西班牙记东南部有通勤列车去互吊车的吊轨撼到，这已经是西班牙一礼拜来第4件列车事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木头起身来看这现代战争，无人机是重要的关键。咱的国防部是宣布要买20万架无人机。咱国内业者正达战术科技，今仔日嘛宣布要甲美国两间厂商合作，要伫咧台湾制造军用无人机。那是会当销国内嘛上准国际市场。现场一群电视3台无人机，分别有精索打击能力。这是美国军工新创公司 Firestorm 透过3D 列印打造的主力无人机。因应现代战争，无人机是袂使欠缺的重要战力。国防部要增加购买，国内业者嘛传好滴弹。民间厂商正达战术科技宣布，甲美国的 Firestorm 甲 Aircam 进行3方合作，透过整合 Firestorm 的3D 列印技术，正达在地生产力，也个 Aircam 的导协通信甲指挥控制，伫台湾打造军规无人机建立飞航供应链。Where you could potentially have folks targeting your enemy, targeting your means of production. If your means of production cannot move, you're a sitting duck, you're a target. We like to think that our XL solution provides a resilient defense manufacturing posture for our all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would create a big opportunity for Taiwan, in fact, to have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chain over here in Taiwan. 针对台美合作落实伫台湾生产 ，Firestorm 表示，台湾是重要盟友，尽力协助提升国家韧性，降低战争的可能性，确保台海和平稳定。Firestorm 上大特色是挖靠 XCell 的行动制造平台，利用货柜运输，会当前线生产克服后勤补给的缺点，快速交付武器装备。针对国军要购买20多万台无人机，正达证实台美打造无人机会争取订单。它其实最主要优势是，它可以把它运送到战场的前线，那直接在前线，在几个小时内，我们就造出无人机。国军需要的部分，我们当然一定是优先的会去争取，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强调我们是在台湾在地生产。两方若发生冲突，单方是不是有在地生产快速反应的能力，这是扮演决定胜负的关键。国内业者透过甲美方企业战略合作，除了上准国际市场，嘛要为台湾的国防尽一份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头拄则是讲到运用咱台湾的科技来制造无人机，咱台湾的科技是世界出名的。不过1月2日，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说是点名有几两个国家的电子零件销去罗西亚，和罗西亚制造飞弹，这当中嘛包含咱台湾。过去嘛捌风声有这罗西亚战机的核心零件是台湾做的。针对这件代志，总统赖清德是强调讲，台湾甲乌克兰徛做伙，希望泽伦斯基是会当提供详细信息，互咱去加强管制。因若是经济部嘛强调讲，对2024年4月开始，台湾的晶片甲工具机都拢无销罗西亚。台湾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强调台湾对俄乌战争立场明确，绝对无容允任何协助侵略者的行为。不过，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伫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开点名台湾电子零组件流入罗西亚军工体系，赖总统嘛亲身背会。But not only China. Russia gets components from companies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请乌克兰泽伦斯基总统把讯息给台湾，我们愿意加强管制，透过第三国，同时隐藏最终目的的商品，避免进入俄罗斯。对这代志，经济部嘛讲，为罗西亚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了后，咱国家打到6届扩大管制货品的清单。为国务署的资料显示，那2022年3月采取严格审查，今年5月又扩大适用伫白俄罗斯，佮大幅度提高违规出口去2国的罚则到15倍，也佮要求厂商出口去附近国家，像土耳其、阿联、中亚等国的时阵，嘛必须切记袂使转运去罗西亚。强调咱国晶片甲工具机，电有为2022
2024年4月开始，已经无出口去罗西亚。立委是提醒，上麻烦的无法度确定是出口了后，透过第三地流去罗西亚等受管制国家，要求经济部甲国安会专案清查，强化最后用途甲使用者的追踪。有效的厂商，那可能透过在第三地转单、拆单、转包等等的各种方式，让他们来去应用在这些军工体系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被谁用，那可能会转到谁，这些也都要纳入治理的范围内。台湾迄今以6度扩大管制清单，将3300个俄罗斯实体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然而，美国、欧盟或台湾都同样面临有恶意第三方将受管制产品蓄意以不法方式转运到俄罗斯的可能。我国也一直持续和美国、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保持密切合作。外交部讲，伫俄乌战争，中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罗西亚关键协力者，呼吁国际社会做伙重视，也毋望俄乌战争早日结束，互乌克兰人脱离战争甲苦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下晡，台北市发生一站严重的车祸，是三立电视台采访车向冲入去中华银行吉林分行，造成3个人重伤，7个人轻伤。这多数拢是去银行办代志的客户跟过路人。警方初步调查，这驾驶是无食酒。三立电视台是已经发声明回释的，强调会全力配合调查。这台白色三立采访车驶过大路，向愈开愈紧，驶向主要大路，却是失去控制，冲出去，冲入去银行。现场拢甲乱糟糟，防锁线又起改变，毋但车是严重变形，银行也因为弄伤大力，弄一空有够大空，天棚的管线拢流出来 ，ATM 设备也歹去。这个车祸事故总共10个人受伤，伤者除了司机甲乘客，其他拢是银行的客户甲经过骑车的人甲过路人。其中3个人重伤，一度昏迷，加在抢救了后，就阵已经在人了。那他的说法，初步就是转述是机械造成的问题，是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呢，还是他的精神恍惚，或者是他的一个操控的失当？这一部分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厘清。监视小组到现场来采证，造成事故车辆是三立电视台的采访车，60多岁姓林的司机，23下晡3点外，在一个摄影记者出来，却是伫采访中途出事故。经过台北市一共过到南京东路口，弄到中华银行、吉林分行 ATM， 更加一路弄入去银行内底。警方初步调查，司机无啉烧酒驶车，伊讲车失去控制，也毋晓是毋是细心这原因，也等待调查。1、2楼看起来都没有实质的损坏。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裂缝，所以不需要任何的支撑，只有一些这个砖墙已经毁损了。对于这摆事件，三立电视台发声明系实的，讲会负起这个赔偿甲法律的责任，也佮协助伤者后续处理。也讲这司机的出勤甲休假正常，不过有关事故原因，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内部也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全面来检查采访的勤务，也佮这个用车管理的流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西班牙昨2东南部是有一架通勤列车去互这吊车的吊管撼到，加在这乘客是拢感到轻伤。不过这已经是西班牙的火车高铁这款列车1礼拜来第4件事故。这个月18，安达卢西亚是有一架高铁有2架高铁烧融的事故，真严重，上无是有43个人死亡。1月20，巴塞隆纳有一架通勤列车因为挡土壁放弃败马，司机死亡，乘客4个人重伤。同迄天，一个东北坡迄边嘛有事故。这款大众交通工具出意外，牵连的拢是大量的人命。这阵西班牙的铁路工会是已经计划后个月要罢工3天，要求着要保障员工甲旅客安全。互吊车吊手夹到的这台通勤列车，车身规片玻璃拢碎去，车头嘛有明显去下弄到的痕迹。好加在列车无阁发生严重败马，消防救援人员到现场，将伤者送医。事故鉴定嘛处理完了后，列车还可以当家己开转去车厂。这是伫18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阿达穆斯高铁烧融事故了后，短5天内的第4件铁路列车意外，拢总造成46个人死亡，至少187个人受伤。本来比起来安全性较悬的铁路交通，煞雄小连线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西班牙全国笼罩哀伤的气氛。
加泰隆尼亚地区的火车司机为了爱珠峰会当改善工作环境的安全性，所以发起罢工。估计对40万的旅客，因的出外会造成影响。Molts anys que hi ha aquesta batalla i crec que els usuaris ens mereixem realment un servei digne. 西班牙上大的铁路工会也计划要伫后个月初9至12进行拢总3天的大罢工，要求必须爱互铁路员工甲旅客完整的安全保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移民局搁伫咧明尼苏达州发动掠非法移民的行动，又搁爆出争议。是有一个5岁囡仔下课要甲因爸爸行转去厝，所互移民局押就车送去拘留中心。当地这2礼拜就已经有4个学生去互移民局拘留。5岁拉莫斯放学了后，和阿爸斗阵回去，特别到厝啊，雄雄出现一阵野枪兼抗面的执法人员，先甲因老爸掠走，煞尾佮甲拉莫斯带去后门，爱伊弄门。迄时拢无人回应，探员就甲拉莫斯带去车顶，加送去德州的拘留中心。代志发生的时阵，住伫附近的厝边拢走出来看，足侪厝边拢讲愿意照顾囡仔，恳请探员唔通甲囡仔惊着，毋过探员拢无咧听。I heard one neighbor say, I live in this house. I'm part of this family. I can take him. Let him come to me. I heard another neighbor on the other side say, I have the forms. His mom signed the forms. Let me have him. I know him. I know him. I kept saying, stop, wait. He can go with us. He can go with the teachers. And then they took him over to the car and he was just standing there. And then they quickly put him in the back seat and drove away. 5岁囡仔爱卡网、直播啊、惊吓相片，互大家拢足关心的。毋过嘛加深外界对 ICE 恶质的印象。国土安全部伫咧 X 发文澄清，因掠的人毋是囡仔，是伊非法外国人身份的老爸，而且佫讲，即个老爸放掠时阵，家己甲囡仔放咧拢无咧顾。Is that the 5-year-old was not arrested? That his dad was an illegal alien, and then when they went to arrest his illegal alien father, the father ran. So the story is that ICE detained a 5-year-old. Well, what are they supposed to do? Are they supposed to let a 5-year-old child freeze to death? Are they not supposed to arrest an illegal ali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拉莫斯因兜的代表律师2日对外表示，因规家伙仔是2024年为厄瓜多来美国寻求庇护，遵守所有的程序，嘛无逃避 ICE 的调查。代志发生的哥伦比亚高地公立学校学区督学史登维克召开记者会，就讲学区最近这2礼拜，包括拉莫斯在内，各有1个10岁、2个17岁，拢总4个学生互 ICE 拘留。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自就任，就讲无爱互这中国甲罗西亚势力扩大到吉林兰，所以讲美国就要大声掌握吉林兰。这 Trump 2日是针对吉林兰甲北极地区甲北约达成停火协议。目前这吉林兰的主权是伫咧丹麦手头，所以讲丹麦是要求北约就爱联合监控，应对 Trump 的威胁。We're going to be doing in conjunction, parts of it in conjunction with NATO, which is really the way it should be. But U.S. won't have any expense because we're not going to have expense other than building the Golden Dome. 美当时间2日，美国总统川普伫空军1号宣布已经和 NATO 北约组织针对吉林兰和规个北极地区达成空架协议。伊认为讲家己提出的计划会受到各国的欢迎，但是细节搁要等以后才公布。对这后面表示讲，会对吉林兰提出实质投资，嘛会针对北极地区来加强国防预算，买北极适用的装备，而且加强和英国、加拿大、挪威、冰岛等地区有伴的安全和防务安排。We have collectively underinvested in the Arctic and Arctic security, so now it's high time to step up and to build on what we already achieved. In particular, we believe we should use our defense spending surge on Arctic-ready equipment, a European icebreaker, for example. 除了后面对川普的做法是保持警觉，北欧国家丹麦嘛向NATO建议，要伫吉林兰展开联合监控行动，而且强化驻守，确保北极的区域安全，来应对川普的真侪摆威胁。另外一方面，美国伫逮捕美国总统马杜罗了后，就已经表示讲，会无限期来掌控美国的石油销售。川普2日表明讲，美国石油公司真紧就会开始伫美国挖石油。美国的国民议会伫2日嘛一同通过油气改革的相关法案，允准外国和本地公司独立营运美国的油产。这嘛是2007年以来，美国第一摆针对石油业展开全面的制度改革，按算未来几天会完成议托。La ley de reforma parcial de la ley orgánica de hidrocarburos para que podamos
llevar adelante las reformas necesarias que permitan un acelerado incremento en la producción de petróleo en Venezuela。中国做全球上大的石油进口国，有70%的石油消费需求。外口进口这几年来是透过用油来行制卖协议，一直是美国石油上大的买家。即马川普已经允准中国继续向美国来买石油，但是美国的官员嘛讲，绝对不是进前美国对中国用油来行制卖这种拍摄的介绍。另外，美中关系部分，川普已经正式会伫今年4月访问中国，伊表示讲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维持真好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大量采购美国的黄豆，对美国的农民来讲嘛是一件好代志。习近平暗算嘛会伫今年底访问美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阁讲，加上2026年的国际会议，今年美中领袖会谈有可能有4摆这么多。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是已经战备4天，这阵美国、罗西亚、乌克兰总算是讲好1月23日是这2天，要伫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会谈讨论停战的细节。不过，罗西亚依然是针对领土的问题态度大争的。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希望讲谈判赶紧有进展。2月24要届满4年的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将出现停战的希望。结束伫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了后，川普特使维科夫甲竞赛库什纳甲哥伦布姆赶赴莫斯科，伫深夜会见罗西亚总统普廷。就伫这场会谈结束了后，罗西亚证实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3国官员23日是2天会伫阿布达比进行安全会谈。这是2020年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以来3国代表头一摆到阵来会面。Переговоры продолжались около 4 часов и был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ми. 同一时间，普廷也经由乌沙科夫警告，若领土问题无到依照伊甲川普去年8月伫安克拉治所同意的方案来解决，那呢罗西亚就继续伫战场上向目标来推进。也若早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瑞士达沃斯甲川普会面了后，也对外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文件已经完成。We've finished with the document. The document has to be signed by the sides, by the presidents. 因为罗西亚新一波攻击严重破坏乌克兰的能源系统，首都基辅真侪民众伫个极寒的天气已经无烧气，也无到煮饭食，只好来到志工提供的烧气的布棚，也有临时避难所，等待呢烧的食物食。У нас в будинку електроопалення, там взагалі дуже сильно холодно. Плюс 5, плюс 7. І таке життя з маленькою дитиною, воно не є нормальним. Ліфти не працюють, так як я вагітна, мені на 10-й поверх дуже важко йти. 动物收容所上看也真困难，寒冷的天气对小动物杀伤力真大，也因此志工讲，伫遮收容的猫仔，其实大部分拢伫破边。也若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的小兔团发电的小汽车厢，这时阵也发挥真大作用。加强用免费的茶、咖啡甲饼，互人暂时伫遮休困一下，敢是一个城市卫生系统，展现战争之下真大面对恢复能力。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来关心天气，冷气团是对今仔日开始减弱，天气较烧热，到后礼拜一拢是温暖。不过，在北部甲东部有关系小可落雨。拜五透早继续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上低温出现伫马祖，只有6.6度。不过气象署讲，此时强烈大陆冷气团就会开始减弱，各地拢会回温，会当看到日头。但是因为遮方面的关系，所以北部和东半部部分的地区也是会有雨，要到礼拜水气才会减少。那到礼拜天跟礼拜一的时候，其实这个水汽上开始会比较明显减少，所以各地都回复成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只有像是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那再来就是说，从下礼拜二开始的话，我们预计是会有一波锋面会有逐渐通过，那随后就是会有一些华南水汽开始有逐渐东移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降雨的一个区域上都是有比较明显增广的一个状况。气象署表示，温度回温到后礼拜二就搁要变天啊，到时会有新的冷空气落南，加上华南水汽，气温会降低，全台湾水汽也会增加，预告新的冷空气会寒到后礼拜4。礼拜一的时候，其实会是未来这一周相对是比较温暖的一个时候，在各地的高温上都是可以来到24到26度左右，算是相当的温暖。那但是到了下礼拜二之后的话，随着另外一波冷空气逐渐南下之后，
我们可以要像是在北台湾地区一个温度上来讲，开始会有比较明显下降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像在礼拜2和礼拜3的时候，整天气温大概就是不超过20度。因为剩3礼拜就要休过年，家家户户若要大摒扫，就要把握24、25这礼拜6礼拜的好天。气象署预告，刷落来假日大部分拢会是冬天的天气形态。敢会亲像这礼拜6礼拜回温搁好天，爱搁观察，会当注意气象署上新的天气预报。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造风车368机动艺术工程是已经做20档啊，盛会368乡镇，互囡仔看到精彩表演。今年剧团嘛拍纪录片，把这4个演出的过程记录落来，做伙来看。唔惊双头龙，勇敢业务去挑战。东极科技冒险故事是造风车每一场368机动艺术工程的开场表演，希望传达相信家己坚持到底的精神给囡仔。造风车嘛邀请导演杨立洲，用5年的时间，甲剧团的演出过程拍出纪录片，把握我们今天的最后这一场演出。好，来吧！谢谢大家一起哦，我们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造风车368机动艺术工程，20年来累积812场演出，167万的观众，互艺术打卡到所有乡镇甲离岛。今年20周年的特别演出，就伫礼拜6，顶半场是剧团的经典演出，下半场要招民众做伙来看纪录片。希望营造台湾这个公平正义的环境给我们的下一代。那子峰所走的路，就是我们讲的文化平权、艺术平权。我们把这样这么美好的艺术的东西，让在全台湾的孩子分享，我想这是我们的目的。造风车强调368机动艺术工程，互外顺演这多年来坚持唔摕政府的补助，因也希望为着要互囡仔看戏有舒适的椅仔、护膜甲流动便所等等，所以成立椅仔会，希望招民众寄付支持，做伙照顾台湾的囡仔。咱用民间家己的力量，会使为咱的囡仔来看过咱的囡仔，所以咱家己来捐款，家己来演出，来互咱囡仔免费来看。每一个368乡镇的囡仔，拢有机会通去看到咱的表演。造风车表示，为着要互艺术的能量传到台湾满世界，368机动艺术工程会继续坚持做落去，互创意、美学甲关怀的精神，成做实际的社会实践。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好莱坞的年度大代志奥斯卡金像奖3月15颁奖，昨公司公布入围的名单。恐怖片最近是入围16项，拍破好莱坞的纪录。除了电影公司，有一寡独立片商甲串流平台 Netflix 的片表现嘛真好。Sinners, Zinzi Kugler, Sev Ohanian, and Ryan Coogler producers. 台湾酷极了集导以种族隔离时代做背景的好莱坞超自然动作恐怖片《罪人》，今年除了最佳女主角，共奖人所有演技奖项甲技术奖项的提名，共16项入围，创下好莱坞史上上悬纪录。就连今年新增加的最佳选角奖都有伊，是赢过《铁达尼号》甲《拉拉链》的入围14项的纪录。Lady brother, be careful. I will. 罪人是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出品，同款来自华纳兄弟的入围赢家，还有保罗·汤马斯·安德森执导、里奥纳多·迪卡皮奥主演的《一战再战》。这出片带有欧式幽默，故事咧讲激进革命者为着要救互英国死对头绑票的16岁查某囝，被逼定出监狱。What I'm doing here? I'm creating a closed circuit. 一战再战共入围13项，伊之前已经伫金球奖摕到4项大奖，外界足看好的。那最佳男主角主演一战再战的里奥纳多·迪卡皮奥，伫金球奖了后，佫一摆对着主演《坏枪之床》的天帝提摩西·夏勒梅。Best actor, I think it's going to come down to Timothy Chalamet, Leonardo DiCaprio, and Michael B. Jordan. 总数30项入围，不止请赢的华纳兄弟探索，即马是影音串流 Netflix 甲派拉蒙2间公司相争要收购的目标。那 Netflix 本身的表现嘛袂歹，伊同款入围最佳影片《科学怪人》甲《火车大梦》等片，拢总16项提名。
伫最佳国际影片方面，台美研发做伙拍倒手拐走囡仔无通入围。另外，去年讨论真侪日本片《国宝》，虽网嘛无入围，不过有最佳综合设计的提名。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